你可能聽過 AI，但係佢具體係乜嘢？等我1分鐘話你知。AI 即係人工智能，簡單嚟講就係俾電腦有能力去做啲本嚟要人類先做到嘅嘢，例如睇相認人、傾偈、理解語言、學嘢呢啲你日常生活可能已經接觸到緊。AI 分為2種，一種係幾叻但係只係為特定任務設計嘅弱 AI， 例如你手機裏面嘅語音助手。另一種就係強 AI， 理論上可以好似人類咁樣樣都做到，不過呢種仲係研究中。總之 AI 就係幫我哋生活更方便嘅工具，未來佢會越嚟越聰明。你準備好未？